外只有杨定真，为之部门傲小林长，却一遭人命恶意。牛刚是边东杨氏的儿子，当若最像个傲上，地方让鱼在鱼氏个神经叫毛气候。这个是部门傲小林长一个农民叫林子本。个牛刚送告被告的三名人，实力积在起义，内在害民，杀他里都毛刚的老张王。只有过德报到小林庄大口，为主人是大当审问，都是林子文结交有望。只有过是年西兰的门口上有望，是毛气候三个从赛，千名一将。白日天体朗朗乾坤，吊起我的高兴，不我一顿痛打，毛气候后体吃浪时，滴滴在心底，厮杀张望，炮势一人。只有要向俺吃家里招供，把心都起哄大闹公道，那么只有晓得不灵，马上抬到当面让抬下来呢到法庭，但是心思要商量。昆山有我们那个小心思呀不得了，何文也是好，老公是子，是要是老不得，你是公要弄被告的三名给钱了，你只有弄毛气候亲近了。大力商量，个当官司要牛告不定，被告的三名谁好给钱？那么只有是老师要是共同得死，毛气候商量，毛气候的商量不通的哈，说分人，你商量不通嘛，我来大力商量，我索性来事。那么小心是要能够有把你有道理的呀。因为毛气候三个从赛大致的用人出去，愚蠢大清，调戏林子文高小林子文一顿痛打。毛气候困了地上害居民，是小心是要去求相打，所以呢毛气候有10来桩事体落了小心是要眼睛里面今朝代代有点波，现在只有听见没好，那么是要拿到里下去我来请他当场得我的，可拜望一下毛气候送好了打过来，那是啊老要与亲火听带火当我谁都领他那是叫丢嘴哈。这个少年毛气候并不个儿子奇葩来得头，我搞规则谁都当我领他。那么你刚正那大道上下来，洗脚不了老百姓吃上一顿三碗，烧铁饭中怒，科技的很团预备8个，叫盈亏的2个当朝来了，所以了让给他北望里向心里面有点慌。现在听见的来要请嘛，社会定心的。那么你那样子的人呢？3个中等身材，有对对的面孔，遮风耳朵。小眼睛戴密码他不亮，头浪向大红头子深路径，身浪向大红头子海青，脚浪向红号白马，手里向你拿子把红个手指，从头浪起红的脚浪像红蜡烛上一支。这百姓的公道好得心里慌，现在副队请不晓得少民党，走得给他花厅跟随们一口杨定真立好让滴水洗净，昆山有哪里给他走？为啥怕毛皮？因为只有过头浪点数码就被出生，这现在要紧跑地方上神经啊，对我有好处，所以面孔笑嘻嘻。哎呀，毛老爷，哎呀，老五的兄弟为出原因，
王少爷当面示罪啊！客气什么？客气什么？来，请坐，请坐。来人，送上。是，当茶过来，送过200索，退下，为这当茶太和气。王少爷，来不得，放在老百姓大闹公堂。毛少爷受惊了吧？这3年来不得，好得为何？杀气。为什么呢？你今这来不得了，同当郎生门个张儿子一点点分门错开。对，你昆山然后这个一般刁民们杀头去。对，你既然来门得上喝，你都为大闹公堂，根本我也要去个啦。对，所以来不得，你非好得干。你经过努力多，不要怕。我领子问经过努力送白，老实讲，一来就杀人偿命，二来为你神仙上身忧。只有像我亲来进来的目的是，要想跟你商量，我白家的财命改轻点，你现在听呀，要我拿白家白的兄弟，我当中要求求你，毛少爷。今天本县身走大堂老百姓大闹公堂，他们口口声声在那说呀，是多少？说官府个神经官神勾结，棍棍相扶，这是难听的很所以本县想请你毛少爷进来能不能高抬贵手，总困发难这个白的轻的，对。哎呦，马最后一听不对了，孩子们，刚进了大堂上下，的确帮我给听得出个样。某个领子问了郎你现在听得口气可不对了，孩子，心里想有点慌。少天们，为着俺能够努力白的轻的，虽是刚进不了百姓奶公堂呢，有点好看。那么这个年头，我倘若个张儿子关这里陪下去了，一定要努力个对谁也跑头，不然不来是个，那么你不肯陪过好吧？来不得，毛少爷，你也晓得，你这个一个张望先生，对，非比人上，对，那么这啥呢？来不得，毛少爷。神勇为人心如两娘里是你掉手的个老张王，你那单独出门去水张目，不被人家弄死了老小林庄。自问又是个真凶手娘里因为是人给了一个大门了，明明是么既然去你弄良心上，这3年让命枉发财，破少个百姓们的公道，那不得做秩序的小娘里少人再来呢公道，一激动在北通当，查出后来与我对当。放心经过背，遇上个时机来不得啊，与我背是要哪里？新人觉得太不懂，我也想打你商量要白得清，你现在听听过，而且叫你姑父要白杀灵子的，只有这你的点的，我自个晓得口才不来。
你呢讲嘛讲理不够，还是请全新是要出来，是要至高来的。我说呀啊，兄弟另有一点公事啊，我想高退一步，请我们的知识也跟你谈谈，好吧？少提高退不用不了怪。哦，对，不你想出来噻。欢迎我也归这里白得个张儿子啦，中国高路的东的，你也想增长的，也想增长的多的。那么哪弄法子呢？自家讲不大好开口，那么关键是要出来呢，就当中啊你抽个手面。对你妈妈实在那懂的嘛，当我讲还这样。不过呢，都是中国高路的一个，这个你要狮子大开口啊，我也看这个不来是干。哎呀，来不得呀！说的自家讲还这样，不，兄弟们，请四一个人谈谈，好吧？好，少问。那么请时针啊！只有使我们把众生来到平门碑，相信是要收了平门碑，而且你大马最后讲的哦，相信是要一句也不漏的，谁听好了？现在只有大政气智力分大哦，代理公共税，一年就是要托内嘛，相信是要低的，这个是要撇避性质，代名一个汉字，浙江绍兴3应有年，年纪50岁，手上的字上面个2条眉毛美容，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三缕清晰，身上一身该上的当，这个是要肚皮里学问的好，没事嘛吃得多，个后阳功夫好得热混，好得那么龙里大不天，这四面苗面苦，放出一点点后，个后阳功夫要好到啥了？现在呢，一对最智力的老狗。叫思小多在药，平生举气高，宁过万宝剑，我辈必须到。他在后庭一看，那最后收了，是要骁勇无力。各位马少爷啊！哎呀，这个一位非要就是来死呀，跟到满背有礼。哎呦，不够，我3位礼不垂。请坐，请那么来是要你也请坐呢？请坐，那么你还也请坐吧？少爷，我们是卡，我们是居。不要说是我到过热哪里来谈谈？对，没看，请坐。哎呀，少爷得让别做浪子，好不，你这个了，别客气，你个被你做，没。哎呀，这个老师呀，马少爷，今朝你请出来，不知还有啥个规格啊？哦，我，我们是给讨过马少爷。今朝为那贵妇老张王被杀一案，方才俺东翁你心若多恼，这个老百姓不服气，多恼公道。那么俺东翁你做我来商量。哎呀，以我是呀，我做官做得被老百姓轰落来，那我就那个为啥做当？那么我就全马懂我懂你担多少？要不然一个人呢叫担多命，还要有数啊！富士高调担多了，有时要担小。对，跟我能放心。既然马少爷来到外头，我请你进来了，做一商量，俺都过来谈谈。我马少爷们是老娘哥做到病毒，娘就做到再想以红名之家，多许个空性命哟。
懂道理的人那总讲得通可是呢是要你说的还这个这个让我想起了进来我做了谈谈那么反正我懂我做了谈没谈估计有许多事我让你当知那个面为我为这口来在绝对会自动的了哎呀那是要个进步刚好这样老少呀自己嘛这个套过俺东欧方面深入道道老百姓起哄头脑公道那么俺东欧开路来到火厅门但我说呀哎呀有事呀我的做官做得被老百姓起哄了嘞我就那个为啥说当跟我东欧的放心是吧我是实体来来东这这个我只要请原告进来我多个商量毛少爷是继续打理鸿门之家老娘哥做到并不让许娘就做到这项那老是我多多许了就会讲道理哎呀可是呢是要你说的很可是就是这个道理跟我们咱们这个道理我只要来劝那么那个老张王呢人已经细节一个人叫生死不能复活救生不能救死人家细节个有办法的只好劈开水那么我晓得这个张王是耶稣的烧酒哟掉水里就来个了真正叫谁的个了张王所以了少爷心里是要难过可哪会难过一个人有官人是呀三代个老张王是个老爹手里进来个到侬孙子手里砸个一刀做10万了那戏这么大戏那个分那个我妹妹在讲你那个你反理得这个样说个掉水里来个张王的子孙子手里砸个一刀了那不要听错的当子不让我一刀子那个结鬼结龙鬼龙纷纷清爽掉水里来个张王的孙子手里800人高砸个一刀被800人高那不是听到我们的灵魂那个种少爷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跟侬刚刚让我3代的是吧这进来的情况是老爹手里进来的对个这戏是戏到我孙子的一代手里是吧对不对啦跟我牛我从老爹手里进来的张王到孙子手里砸个一刀做10万那我不过牛我不能弄啥跟侬用不着心虚这个我不是用不着心虚一个啥的心虚呢这个真正呀俺们这个套劝喏那么我听见讲3代老张王真有年纪就蛮多的63岁可怜是呀63岁加多年纪不不见到这个一刀做10万了戏这么大戏完在俺文人的良心高头有说对于那是呀那个句我讲的听对着那么毛少爷我只要是个套劝那个是我让俺不好这个我那我想63岁戏妹炖肉让不好说炖肉的我这个可以是这个那不是嘛虽然你不好这个我来一个人们叫人为百岁重要戏也能够我过活着了这个人的手已经蛮上这那现在我过活着这不好说炖肉这对不对啦那我是一套但是呢马少爷林志文还要不要办俺官府决计要办非办不可要办个要办哪个办办要办的公正办要办的合理对不对那首先呢有几方面
人过一面当将两面光，俺个张儿子一面当将要三面光，有三面光的啦。俺要办个张儿子第一要对得住西在正先生，要得。第二要对得住那个原告毛少阳，对不对啊？对。第三，最主要对得住昆山前人的老百姓了。老百姓还要对得住你多干？毛少阳，俺东翁是昆山七品的父母官啊，晓不晓？俺首先办案子了，要想到昆山前人的老百姓，是一定要对得住老百姓。各位方才人啊，从俺东翁谈，我们注意商量过，现在么来做那商量嘛，所以俺现在官府想到林志文了，办一个遗失之灾，你看那个道理。遗失之灾，因为人们许多林志文门口个，那么林志文你到西人已经搬过上去，俺大明的历历啦，本上再有三个叫遗失之灾。这个林志文那个西人这个搬个上，对，那么想不了，我不懂的。遗失之灾，顶多吃几年官司。老实讲，我也林志文死个，啥事体没清爽，让你死做来努力高山得过来，那么你可以做天上地久的夫妻。老实讲，林志文报了了爱手被脚，虽然我被蛇咬，有身份感不破，这个人报了总归特异的呀。但是得去了海湾。是你想做你的饭，我也不两句不离开。这个老师呀，毛少阳，那我对大明的历历啦是不大懂的。客气，毛少阳，你都不懂。真乖。那不过那历历嘛就不懂啊，哪个话我都听得蛮多的。叫杀人偿命，欺诈为贼。那么你讲林志文这个努力办个遗失之灾嘛，阿哥说办得太轻的那你都这个理想，阿哥说太轻的了嘿，办得太轻的根本毛少阳，俺现在倒听不看，那原告要哪个办么心里满意这，这哪叫满意呢？应该这规矩，给照数个规矩。那大明历历外，根本能到我那我还刚讲呢俺是来商量，个商量了，什么后头还有余地的呢？对个，叫上个么好结个，短个好结个啦。那么我还刚讲个好，应该那个林志文呢，办理奸贼欺迷、谋财名、杀人凶手都叫强的，那谁敢办呢？错不大多，叫不称不光。他就是呢，在那里办得松，根本也说不出；再办得轻，那就是我办还不大应该。那是要呢是对。毛少阳的意思要俺官厅办理16个事。说了。对。现在去你谋财名、杀人凶手的都叫强盗。对，相信是也都懂了。这个16个字啦，林志文杀头，细了4个字了。哪4个字嘛？杀人凶手，你承认的杀人凶手要抵名的。心里想想毛气候啊，你为啥我有什么？你这条计较谋夫了得无？还杀你个男人，我的高手要得过你。相信是要想害我，要不举报应对本，要开点骨头了还打你呆呆。你讲到这个了，我非要打你台不可。少爷的意思要俺谈到16个事啊。那是要来看呐。
我是劝侬。哦，那我意思是这个套嘛，少爷。哎，侬要晓得，搿张案子陈先生西东林子文的门口啦，那就为难在嘛，少爷。哦，你听懂？要弄明白，不仅必须要扎实想你动身为个父母，他上小为子民是理由，今日里为了贵妇的爱，不信太子其中是王所以南北一相去，秦少君要送夫发白心娘，是都把子问待真凶心，只怕此爱将来最难睡长，只怕侬要拿官府这个办了，百姓不服，这张儿子将来弄得受人结果也牛少呀！哎呦，毛才会听个两句要凶啊！意思当中，那边弄得不落然事。哎呀，这个事要非比人然，阎王是要，老是讲儿子方面和做3分之的，干这下去，说叫这个我身世太重，是马里个迷人对。这个来是要的意思嘛，要努力背得清的。对，哎呀，来是要，你不晓得的。我是要个人来说些字就晓得在。哎，来这个忙迷人，真正讲家人最好。那么既然你这个努力讲要改清的嘛，当然我答应个，我不答应个啦。我可是看。
既然今年某人民杀人凶手是啊，多交讲的个4个字给他哩。啊是，那你一改就是4个字，来看呐啊，无人骂那个面子。啊，小呀，意思4个字读完了，要俺办12个字。哎，那个12个字总要背着我。啊是，小先生也懂了。多讲的个4个字，拿他打包了老一样的。林子那个写了4个字了，杀人凶手，是要到底有何文？一周你对么原来看我这4个字了，我将计就计。马少爷啊，我看读完4个字啊，我晓得侬已经骂我的面就都。无人骂呢是要面子，少爷啊，这个好啊。送佛到西天了，八洞到江边，你说幸好才好到底。我想这个道。咱们仅仅听了我办12个字，那12个字当中来改他2个字，12个字这个再来改2个字，改2个字，这你的本来我4个字还太会得了，太会2个字没啥道理呢，听听看呀。不知哪样子2个字哇？我想现在起你某在明个8个字不同啊，杀人凶手改另有凶手那个他，那么想不落个这杀人凶手改为另有凶手，听听这2个字，实在你12个字全部在改光的，也来想呀。我们说林子文杀人凶手，那么你讲另有凶手，那另外有人哪个杀人为分晓得个了？那么呢，既然起你每人民才打不来个词，还是12个字在改光了。我有代理妈妈个14要到这里去了嘿，你真正当我被蛇要拿好人，今朝不定还是不你看看。老师呀，我是卖毛家人的呢。那么你当我商量，那么让我们做改的，亲弟。那么这你是俺样子讲法，这个是提不来是吧？还是卖毛那个迷人给他4个字，再也改不来是个。这12个字呗，照你这个办。哎呀，毛少爷，我有为难过。啥个为难呢？我先拿股公道，你再要这个到办事，俺东翁多当还靠不起我。毛少爷，我看这个他，既然你要俺滚听，一定要办这个12个字嘛。那个张前头了，这个他文条路走走，好不好？文条路走走。对，文条路。没讲了，哪条路？我来到林子文安局做好了，俺到一家到苏州府去。那双方面到苏州府当官司，同俺昆山有个门槛跳过了到这，在苏州府对个。马才好像也不来事。啥体？我那给到昆山就贴着肛门里头。老实讲，本人刚才忙我讲，并不服。马上要少年片毛讲，虽然在苏州还不破，根本就是运动动地起来了，一头高路子，给大家的只有把我们高路的山呀，在苏州府了，高路的比较多，这个是吃了里头白给大白个，哪弄到苏州府呢？要搞到苏州府，对，这不啥个意思呢？意思的嘛，啥呀？有说意思呢？原我们的儿子办不了，再忙福利岗，福利的儿子办不了，再忙商利岗，一步一步加上去。因为个张前头太多钱，那个原刚太硬钱，俺懂我们问小在直播下问万多钱，俺去不了这个有说办。那个从谁可能是小我这问？那个。这3年来是要你当我手的人不懂的，那个给张儿子搞得苏州府不通的，说前头那让给到昆山发生的，啥天搞得苏州府呢？又不是蒙古3党5党用过种种言语，实在不着口供讲着，那搞得苏州府在为有个释法。现在一塌瓜子一堂分身门门往苏州府一搞，
根本都吃子王家的土风土了们，吃两副果子啊！老少爷，那个我是对的。要俺们山当当口供找不出，我要用种种隐居。老少爷，今朝个张前头那种把东西，要我们山当当今朝一当啊，你们怎么的搬当了？老百姓进头脑公当者，我要俺们山当当老百姓不要当当啊，火听上来了。你多做这个估计个百姓在俺婆那为还做啥管呢？老少爷，不是见百姓痛，只要讲理。老百姓今朝闹公党闹得有理有理，干嘛有道理呢？闹得教官有理啊！你要这说你都有道理啊？有理嘛当他公，老少爷，根本不要管你都是呀那公党噻。你古法这说你都拿得有道理吗？是哎。那么叫你那说起那么谁公党，你再做凶手，但是不得理着喽。老少爷，我再做凶手要不要？要不，再做凶手的上头，请我要过一个字，啥个字？要过一个真字，要再做真凶手。那林志文不是真凶手？老少爷，我林志文是真凶手啦！都称王不龙，硬装斧头兵要装得紧哦。放你个屁！啥叫上硬装斧头兵？真正三姑郎放狗屁！小心是要后阳功夫受得好了，不你放屁放狗屁，还要放不落是要个人汤立志起来，面色洋洋，语气不动。老少爷，请我们息怒，息怒，我俺们放屁，还要我俺们放狗屁，那么俺来谈谈，到底啥人放屁了，啥人放狗屁？真不得！我明了，老少爷，那个张王先生出去收拾我个账，老早讲个水周密，几时出去收周密？3个初一，少爷，这张恩爷呢，叫证据不出来，斗称庞不龙修了个种地方。啥地啊？哦，你并不服嘛？搞反水周密个？老少爷，那抚养田地房产改制加许多，我收周密的日家都有有。啥日家？收周密的啥辰光？啥辰光？满到了9月份，乾隆关到了10月份，收周密要到10月底、11月初，那么派人出去收周密，日家打得拢。从来没听见我3月初一派人出去收周密，要么3月初3清明，人过上古坟去收西部回去。放你个屁！放我啥叫啥收西部回家？啥天你才不知道手底啥个名堂？你弄我听啥？那个，你讲么讲叫水周密呀？你到去年为不出叫好了，今年为人子不让你个你阿懂啊？老少爷，像我人的玩渣了，有地糟。要靠电力的出产，电力出产出来去买完，那么呢，多银子来还账。那么我到我成衣3月，青黄不接，柴火刚刚旺，柴子为你收落来，那想我人有啥东西来还账？电力中银子中不起个马少爷。哎呦，头名我倒是对凶了很。那今朝不要讲道理，在硬上子。那龙青上啊，春天不懂的个。春天说，像我你养春日还有个，有手伯伯上山接人工剪子到鸡养里去毛他，还有懂的个来说，你讲讲，你讲讲。马少爷，你晓不晓得这个剪子了啥辰光？春天，我只记得个节气，我忘记这个年假。少爷，剪子。要3月底4月初了，趁热刚刚出子口，4月底5月初，趁热上山接剪子了，才上娘子小姑姑。那个张王先生3月初一出去收账了，顺宝宝接剪子，来不及哦。那么是一个噻，都没弄得完不个这样，哼。那龙龙天上，张王先生出去水战哦，为了龙错他个那个证据确实，我们呢，张不还有个？有的。哎，那当我张不起来可还有的，真的高个？老少爷，那我意思呢，到谈到此地不要谈去。
说对不对？你要谈落起来，你越谈越不对。要谈个。哦，好，我来倒本的课。好，那么怕你到菜药房里去拿2本毛高的账簿，那林子文屋里大口人光拿上，达到外头个不是要拿到手里2本账簿，一人1本。我说呀，请侬看一看，这本账簿在不在哪？用不着看个毛高的，看清爽。在清大毛就清爽那个张王先生收账了，收新账文收老账，来这讲个去年个账，收9年个。哎，毛说呀，请侬看看，哎，账簿高头个年份侬看看见，甲子年叫啊，今年嘛辛未年，甲子一抽别人顶毛辛未年到甲子年台湾8年了。那个张王先生收账收9年个账。账簿么侬甲子年个，那个头称那个庞德龙毛少呀，请侬暗湖区高头个苍蝇子考啊，再看看清爽多。也是呀，那么心里向有人，这桩事体我托半边个同儿叫毛夫去做的。我是关家里个那经过当侬去年个账簿里头怎么样搞？去年个账簿还怕用上了，侬不用上个账簿那么细。但故事呀，和台湾一点点个，故事也死脱的呀。那么在岸上一说，我告诉你，哼，来弄弄清爽那个张王先生出去收账，账簿还得弄错的，这个是林子文第2个包，来懂得上。好说呀，这调包么要账簿么好的，那个调法呀？嘿嘿，你们搞事体你不晓得的，我那个晓得，地方才改得到。老实讲，这点账簿啦，不用上的，统统放了浪，10盖房子包不落个。我3年不用上这个账簿，才读他个。我前头读了林子文屋里啊，不讲等个。根本那个林子文屋里哪里来？小林庄这个一道还是中你个地。魏忠义谁带你到魏？老实讲，林子文带你到魏忠义个。你魏忠义辰光看见你对，一路对了啦。那么账簿特地走去，有种爸爸没事，或者么山上封路，才好跑用上个。那么你脑子走去拿你张王先生弄上么晓得个桩事体讲着，那么哪弄法子呢？第2个包，这个是第2包。我去你个账簿调出来，我脚趾你个账簿么塞了里向，你懂得少？毛少呀，侬讲个番话了，侬去讲给人家3岁小弟弟听都不会相信。那我不懂账簿调账簿，我没弄。那个张王先生出去收账，哎，伊老早有说林子文哪个会的账簿会的弄错，不会弄错。老就是讲毛少呀，叫生命关天，岂可逆绕；心口开悟，叫一日忘绝。一日忘绝，那弄清爽。那个，你张王先生死了，你到门口的呢？证据确实，人啊死他个这，但是高个。所以我看我谈到此地顺数的，说对不对呢？我再要谈落去了，侬越谈越不对，侬说不对。侬要我到林子文门口吸引，那个张王先生那个戏侬晓不晓得？不林子文弄啥个？侬看不看见？用不到看见个。我要去打看我。我官府听见地保来报北门出张人命，我马上就去打看。林子文门口有没有吸引？有不？那个张王先生是盖栋大门口，伊上半段身体啦是盖牢那个大门高头。林子文住个房子啊。住人家个上干，叫只有前门啊，有后门。我家大门啊，有一扇。我去打开个辰光，一看，这个人盖到门口。那么我开门咯，林子文屋里只有前门，有后门。伊个困洞里头，人们盖到东门口头，门没关，打东门顺顺，老东林子文哪个到外头，到那个张王先生一道龙10万。我再来我林子文虽然来到外头，那么一到至外头到那个张王先生到北京到来一到做10万西人盖栋大门口，门没选老东，只有前门也后门一到哪里进去困觉。毛少爷，我不能够乱我3七个人民恩怨啊！叫是非是有功人啊，岂可颠倒是非？
蛮好。蛮好。哎，不过听子半日天听子出来着。哦，原来你让帮个强的，蛮好。你的强的同道，根本毛少爷，我到苏州府到南京朝纲我们去搞，这样搞。当我四爷到强盗同当四六查长啥地方，找我这关去搞的。你看，毛少爷，我今朝请你进来了。我做了当天，我认为你并不让许五子道理里切没许过，中懂道理。哈，你晓得那个位少爷名气蛮大，没许切没切打动啊，你有小伙开来。啊，道比里而去10个稻草，王个门首，刚子半日叫带牛弹琴，放那个屁，放那个屁，带牛弹琴，没哈，我惠州去小风声，告诉你阿伯调，背着你阿伯调，金地上走的本章，嘿嘿，可那个热心苦劳的阿伯的了，怎么叫上了毛切虎？哎呦呐，李明倒是应该来着，小我那下心到经理，本来老娘过兵部上去，那下心不往掉的眼光。哦，我不会破过嘛，少爷。我啦3月初3的做庄说金的，说，我洗过屁股的摸摸，你晓不晓得？我今朝做了单休日为个的，我3月初3请老早打这个用人，表面让出去有称大清，看见林子老母里等大门口。我趴在青天朗朗眼眶去调戏人过有福之物，林子的伟大正多诺来波胸部多大了，拉拉家拳头靠那昆东地上哇啦哇啦叫救命啦！那个道上是我来劝相当哦，那为我的西夸在怪不得你谁晓得个？哦，原来是个那到为我的这个，我相信俺不会想，俺来都几百张纸头下想。轰轰落落昆山城里人啊东西能不死人们来来叫贴贴，让前人老百姓老不看看兵部上学五子做出块表面空前头，叫公有公理，部有部理，有理无理，才看中人距离那个心态那虚可。没喝啊，没喝。该天我惠州记者不得颜色不能口渴，那红个绿个颜色的倒过来，俺容易开关年方。这个真是少个哎！这个上去了，我没喝，我不当然都讲510，要么走在有时好走在那位说个面孔瞪大洞，我再不走我带那不去。来，到保护界中监狱这几个道上和平平理道。